事源喺今年嘅7月之後，因為颱風襲港期間破壞咗原先安裝喺棚架嘅防護網，於是有涉案人士喺一間本地嘅供應商分批購買防護網以作更換，但係呢批嘅防護網係未達防阻燃嘅標準嘅，咁佢就將呢啲防護網就替換咗損壞嘅地方。咁今年10月尾喺中環發生一宗涉及棚架防護網嘅火警，涉案人士擔心佢哋嘅棚架嘅防護網會被抽查檢驗，為應付檢測，涉案人士喺同一間嘅本地供應商以每卷100蚊購買115卷，約3700平方米。呢批防護網係達阻燃嘅標準嘅，咁佢哋就將呢啲防護網就裝咗喺每棟樓宇嘅棚腳嗰度，意圖魚目混珠，成功喺往後嘅測試結果獲得合格嘅結果。